基督教三人物近劇團加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辦咗一個慈善音樂劇 U-Turn， 透過零分阿 Sir 呂宇俊點樣靠住信仰改寫坎坷人生，更於2006年當選香港10大傑出青年嘅經歷，回應社會上無日無之嘅青少年問題，話俾佢哋知凡事有出路。U-Turn 音樂劇見證嘉賓呂宇俊、導演馬世義、監製馮海平，鼓勵時下嘅年青人唔好輕言放棄，因為上帝時刻都喺我哋嘅身邊，人生絕對有 U-Turn 回轉嘅機會。我好中意佢哋定呢個名叫 U-Turn， 原來每一個人都係翻轉頭。今年好多謝徐偉賢，佢喺呢一個劇裏邊作咗好多首歌，親自嘅作曲填詞，就係為咗令到今晚、令到琴晚係更加嘅豐富。咁我諗呢，每一個嚟到現場嘅人呢，一定可以攞得走。我琴晚做個人見證嘅時候，我都有個總結，就係話每一個人一定有嘢可以攞得走。第一，佢哋知道點樣選擇，佢哋知道有選擇。第二就係原來一路改變緊我，改變到好多基督徒嘅，原來就係因為上帝嘅愛，佢哋可以帶走上帝嘅愛。當佢哋知道選擇嘅時候，佢哋能夠揾到精彩生命嗰個嘅原因。Hello， 大家好，我係三人物近劇團嘅 Ken Sir。今次咧，多謝阿呂 Sir 咧，將佢嘅見證咧，俾我哋咧，成為咗一個今次 U-Turn 嘅劇本。我哋好希望咧，透過 U-Turn 呢個劇咧，俾人哋知道咧，其實我哋人生係有 U-Turn。無論你可能人生裏邊有好多嘅問題，或者係我見到有啲年輕人吸毒啦，喺學業裏邊咧，唔係咁理想嘅。但係透過呂 Sir 嘅見證，我哋知道，哦，原來主耶穌基督，你認識一位主，佢可以俾你嘅人生裏邊係有 U-Turn 嘅。其實咧，我哋今次嘅劇咧，最主要想話俾香港嘅年輕人知咧，無論睇咩嘅環境、咩嘅市道、咩嘅逆境嘅環境裏邊咧，我哋都係想話俾你聽，生命係有轉機嘅。有一班哥哥姐姐咧係好愛你哋，當然仲有係我哋嘅上帝都好愛你哋啦。記住 U-Turn 啊！音樂劇中所描述嘅一班學生都無心向學，甚至因為空虛或者朋輩壓力而濫藥。現實生活中，青少年問題比舞台上嘅情況可能更加惡劣。一眾 U-Turn 嘅演員深感現時青少年嘅吸毒、援交等問題嚴重，所以都語重心長咁勸喻一班年輕人要愛惜生命、愛惜身體。其實咧，每日打開報紙啊，見到有人吸毒啊、援交嗰啲，其實個心唔舒服㗎。但係我覺得佢哋係自己冇咗個自我價值啊。其實同你哋講啊，你哋其實喺人裏邊，可能你覺得自己冇價值，但係咧上邊嗰個咧睇你哋係最寶貴嘅，所以唔好咁輕易放棄自己去行咁嘅路咯，因為你將來諗翻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唔開心咯。所以我哋會支持你哋。我希望每一位年輕人都要知道和記得自己的生命其實是很寶貴的。當你不開心的時候，其實你可以找很多的老師朋友跟他分享，因為有些事情你今天做的時候呢，你認為很好玩、很開心，但是未來過了10年、20年之後，肯定一定會後悔的。不要那麼容易去放棄，比如說就做一些可能吸毒啊，或是援交那些東西，我覺得這樣子這些東西也會破壞你們的生命所以現在我就希望你們每一位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未來人生。